另外一个名人，我刚刚没有介绍到，那个饼干，什么东西？饼干啊，洪炳轩，掌声鼓励他。我们是第一届魔王大道同班同学，对，然后也是因为谢谢饼干，什么还没喝完，怎么回事？对啊，一家人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也是因为谢谢饼干，大家才没有发现，其实我比其他的那个第一届魔王的同学大蛮多的。好，那敬礼。好，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听慢歌那一桌喜气比较重，是不是？非常重。感觉是好事啦，但是你讲的语气好像很惊悚。这一桌喜气非常重。我们来问一下，关于喜气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他说头很晕。今年轮到你来上班，去年的那位白骨，是你把他干掉了吗？他说他们是轮班的，那你还要在这边倒吊，希望你不要吐出来。他说吐过了，无聊。好啦，其实2首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好。什么东西？2首歌加一个模仿。模个屁啊！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，我的情意不假，只有你。等一下，因为唱到这边底下都没反应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小虎姐。哦，蔡小太老了。黄春凤，有人说你太老了。他本名叫黄春凤。春红啊，你伤老啊？你有人可以嫌吗？不要每次都在那边玩这些无微博什么东西？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藏在尘封的位置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过一辈子？讲的好像他有唱过这首歌一样。好了，不要闹。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热闹的歌。大家有人有就是50间的问题吗？这个是很好的附件歌，爱我的请举手。